大家好啊，我叫 Gigi， 係呢間公司嘅創辦人之一。講起入美業做美容紋繡呢個領域都有15年啦。一開始我係喺大公司返工，接觸嘅項目多，見過唔少高端技術同埋不同類型嘅客人，無論係追求精緻細節嘅貴客，定係需要符合品牌風格嘅 model， 都學識咗點樣根據不同需求去調整技術。做咗幾年，覺得始終有自己嘅想法想實現，於是就同幾個一樣中意呢個領域嘅老友計劃辭咗職自己開公司。因為有大公司積累落嚟嘅經驗，一開始就對技術標準、服務流程有清晰嘅規劃，知道客人最在意嘅係效果同埋體驗，所以由開張到而家都堅持用專業態度去對待每個細節。而家公司穩定下來，但當年喺大公司學到嘅精益求精始終記住，無論客人想整自然款微型定係其他紋繡項目，我同團隊都會落足心機，因為對我哋嚟講，客人滿意先至係最實在嘅成就。